第44篇，神蹟是給相信的人。馬可福音8章11至12節，法利賽人出來盤問耶穌，求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，想要試探他。耶穌心裡深深地嘆息說：這世代為什麼求神蹟呢？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沒有神蹟給這世代看。所謂神蹟喺廣義上係指關於神嘅事蹟，就係指神嘅作為。其實呢個係每時每刻都喺度發生嘅。例如我哋所呼吸嘅空氣，呢個係神嘅供應；太陽從東邊升起，往西邊降下，呢個係神嘅作為。但係用喺狹義上，就係指奇蹟，係指一啲超自然現象，並非從人嘅知識同能力所能產生嘅事情。喺舊約聖經，神蹟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嘅10災，摩西領以色列百姓走過紅海等等。喺新約聖經，有耶穌叫已死咗3日嘅拉撒路復活，耶穌以5餅2魚餵飽5000人等等。呢啲事情都係真實嘅發生咗，都係超出咗世人嘅智慧、知識同能力所能行出嚟嘅。但係點解耶穌回答法利賽人嘅時候，佢話呢個世代冇神蹟俾佢哋睇呢？原因係呢啲人並不相信神蹟。耶穌曾經從一個人身上趕出咗鬼，佢哋卻話耶穌趕鬼係靠鬼王。耶穌曾經醫治咗瞎眼嘅，佢哋卻唔相信呢個人一出生就係睇唔見嘅。咁樣，縱使耶穌喺佢哋面前行多少神蹟，佢哋都係唔相信。因此，耶穌嘅神蹟只係顯現俾相信嘅人，唔信嘅永遠亦睇唔見神蹟。對我嚟講，我嘅每一日都經歷神蹟，因為如果唔係上帝嘅恩典日日同在，我唔會有美好嘅今天。你係唔係呢？